2题，轮胎。第3题，引擎。老师，repeat。人为讲华语。第3题，引擎。OK 吗？90分。哎，你在看什么？哦，上个礼拜这个你跟老师哎，你看，你妈妈他们又在38了。哦，冇啦，雅麗冇做功課，雅老師咪打電話俾雅咯。因為雅添好忙，雅咪喊佢過嚟幫手啦。他们讲这样小声，你都听得到？还不是你教我的？那你还不跟他讲？因为我们没有钱。Just now after shower you got turn off the heater 呢？你刚才最好有跟隔壁安迪的女儿好好温习啊！人家都问我为什么要去学校见老师。你明天不要再给我作弊了啊！你听到吗？自行车。发电机。水蒸气。为什么刚才水滚的时候你没有跟妈咪讲哈？妈咪 already sometimes can't hear you know。写好了吗？妈咪，repeat。水蒸气。来，第4题。You ready？好，同学们准备好了，把书本收起来。我会尽力帮你的，加油！谢谢。第1题，
自行车。自行车。不准说话。第二题，发电机。发电。老师，repeat。君文讲华语。第二题，发电机。英文在这里，如果今天没有你，我就6E班任伟同学及俊文同学，请到办公室见训导老师。任伟，你作弊，老师不能给你100分。你们为什么作弊？阿哥，妈咪对你很失望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没有作弊。这是什么语气啊？没有大没有小。我只是跟君文借这个。第一题，汽车。第二题，未知。